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安检。我记得这个胡静老师去年还是前年就谈到了这个咱们中国的安检。胡静老师认为安检有点过度了，过度安检，然后这个引起了很多正能量对胡静的这个批判，恐怕很多人还有印象我想咱们每个人对安检都有这个感同身受，或者就是都有这个体会。安检到底有没有过度？安检到底对我们的出行，对吧？对我们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这个毫无疑问安检那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讨论的是过度安检，也就是这个度到底在哪里？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有一篇文章叫《中国城市过度安检了吗》，也就是中国城市的安检是不是过度了？我们结合这个文章谈一谈咱们的看法。他这文章说他说中国上海市2大机场本周起正式取消搭客大厦入口的人身和行李安全检查，引起网民齐呼喜大普奔，举国欢庆。同时，中国城市公共场所频繁安检是否过度的话题也在先讨论。据上官新闻报道说，上海浦东和虹桥2座国际机场星期二，也就是8月12号起调整搭客大厦入口查验流程，取消原来的行李 X 射线安检以及人身金属探测环节，仅保留防爆试纸测试，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此前，在上海2座机场搭乘航班的旅客需经2次安检，进搭客大厦时安检1次，即在中国民航规章要求的入口防爆检测外，同时对旅客人身和行李进行第1次安检，随后在进入登机口所在的候机区域前再安检1次。不过，中国大部分机场仅有防爆检测和候机前1次安检程序。上海机场2次安检措施始于2016年，浦东机场第2搭客大厦当年6月发生一起人为故意投掷爆炸物事件，造成5人受伤。当局随后援引中国2015年底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自2016年8月起，在上海2座机场搭客大厦出入口正式实施反恐安全检查，禁止旅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与管制刀具等进入。不过说2次安检自实施以来，一直被不少上海市民诟病。常居上海的新浪网前副总编、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亚川8月初就曾在微博发文称，反恐怖主义法相关条文重点指的是重大活动举办时的场地安检，而机场搭客大厦门外的安检和候机安检功能重合，对常态化运行的机场来说其实根本不具备实操性和必要性。就连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江春水也在今年3月中国全国两会前夕建议，希望取消上海机场搭客大厦入口的常态化安检。外界普遍认为，上海机场2次安检措施时隔9年后突然取消，和江春水此番建议有关。江春水认为这一安检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旅客的不便，降低通行效率和出行体验。此外，相关安检设施设备不仅投入大，后续维护成本、更新成本更高，可以用其他替代安保措施达到同等效果的安全防范。在上海机场搭客大厦入口的安检取消后，不少上海网民纷纷在社媒运喜大普奔、举国欢庆来表达喜悦之情，同时也将目光转向日常通勤的地铁，称压力给到地铁了，我们能见到取消地铁安检的那一天吗？中国地铁行业自媒体闲话轨道7月曾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很多网民都建议取消地铁安检，毕竟中国以外国家的地铁几乎都没有安检，国内比国外安全，自然不需要。这篇文章还透露，最近1-2年来，越来越多的地铁公司工作人员也支持取消安检，因为在降本增效的浪潮下，安检这么多人占据了一定的资源。确实你要从成本来说造成这个地铁不赚钱，或者地铁还需要财政补贴，那恐怕安检是一大块成本。中国的地铁安检制度是全球首创。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临前，北京地铁从当年7月起正式实施安检。中国官媒称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城市地铁道路上进行安检。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所有拥有轨道交通系统的都市都陆续引入安检措施，以至于不少中国民众到海外旅行时，常常在社媒发文感慨当地的地铁居然没有安检。中国媒体博客天下2014年曾
评价称，地铁安检是一个城市甚至国家安全指数的晴雨表，饮料试喝，逢疑必查，人物同检，不断推出新的安检术语，是北京地铁安检制度趋严的见证，也是中国日益严峻的防暴反恐形势的投影。但近年来，中国各地的地铁安检出现流于形式的趋势。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贾庸明2023年就在凤凰网撰文称他说有的地方地铁对无包乘客通常不检查即放行，有些城市还试行大包必查，小包抽查，但小包的标准并不明确。此外，经常还可以看到有人越过栏杆地接未经安检的物品。一名经常出差的中国网民曾在微博发文称，不止一次在魔都也上海就是帝都北京、天津、南京地铁站看到安检监视屏后面的人要么在玩手机，要么在打瞌睡。沈亚川随后回复称，有司其实知道，一位前媒体朋友听某直辖市分管公安的副市长说过，地铁安检没啥用，还严重影响效率。这个就像那个有的所防君子不防小人，这种安检实际上就是一种形式，就是种震慑吧，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说贾庸明则质问，既然安检变得形式化了，那么安检有助保障人身安全这个最大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又何必搞什么安检呢？作为地铁行业人士的闲话轨道也坦言，地铁安检只能算是君子所，防君子不能防小人，但除了安全，安检解决就业问题也格外重要。闲话轨道说中国地铁安检岗位已形成规模达20万人的就业市场，其中70%为进城务工人员、中专及大专应届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在经济转型期，这类技术门槛低、岗位稳定性强的工作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缓冲。你总不能为了就业搞出这么多没有收益的、纯粹浪费的岗位吧？这就是本末倒置就任何工作它要产生收益产生效果，对吧？然后就是你看它是形式主义，完了还要费钱，关键还降低了效率。那你还不如给这20万人发工资算了，这样至少不影响效率。但是这个是另当别论就是说安检这个，对吧？还是要区分。中国公共场所过度安检，尽管安检效果存疑，但从地铁站、火车站到景点、医院，安检在中国各个能被定义为人流密集场所的地方几乎无所不在，早已融入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日常。微博大 V 北京市裁量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星期三发文称他说过度安检并不能带来安全，不仅增加社会管理成本，还可能侵犯人权。他建议中国各地都对已有安检点进行一次必要性检查，取消过度安检。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2023年就已2次发文抱怨，中国城市里的安检过度普及了，城里的隔离栅栏也特别多，是非常巨大的资源浪费。追求绝对安全反而会把社会的免疫力破坏了，使集体心理变得脆弱，这对国家从长远看一点好处都没有。他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然而我们现在是全世界安检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安检太多对中国城市的形象不利，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社会里大动干戈，编织起更多起到心理安慰的安检网，它的效果难免有些畸形。我记得胡鑫老师他在微博上发了这个是不是安检过度了这个观点之后胡鑫老师遭到了这个正能量的这个持续的围攻但支持安检的声音在中国互联网上依然十分强大。有网民称，明明是安检多而让治安更好，但是现在治安好反而成了取消安检的理由，误就是倒果为因。但也有网民说支持安检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环境极端的人很多，我是真的怕死。胡锡进则说一个人有了犯罪动机，随便找个人流密集的地方都可以作案，我们不可能在所有人员密集处设置安检。中国去年以来已发生多起震惊社会的随机这个暴力事件这个广东珠海体育中心去年11月一起驾越野车随机撞人事件，导致35人死亡，43人重伤。如何不简单粗暴地通过逮窃安检门数量来防止恶性事件在官方口中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发生，考验执政者智慧。这个
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它一篇文章啊，中国城市过度安检了吗？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啊，也就是安检还是有必要的，讨论的是度。为什么说安检有必要呢？大家还记得吧？就是最近啊，在南昌一个景点，我都忘了啊，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跟她的同学啊，在那个景点穿上汉服，本来想美美的拍照打卡，结果遇到一个神经病，神经病跟她要微信是吧？未遂，然后这个神经病就拿剪刀还是什么行凶，造成悲剧。我看有网友就说了，这个精神病对吧？患者，但好像官方说了啊，他是精神病患者，那就没有民事行为能力。那他带着一把剪刀到处跑，我们的安检为什么没有检出来呢？那个景区没有安检吗？对吧？所以说，如果景区有安检，那他就没有办法带着剪刀进来，是不是这个悲剧就避免了？对吧？这个也是个问题。必要的安检还是应该有。你比如说啊，这个我记得我去土耳其啊，伊斯坦布尔它那个安检很有意思。地铁我没坐过啊，我是打车去商场，它那大商场都有安检，但是你从门那儿进去的那个旋转门呢，它有一个安检门，跟咱们那个通常的地铁啊，还有什么去法院呐、那个安检差不多，但是稍微松一点。然后这个你打车去啊，他那个出租车要安检，他就是你到了商场附近啊，拐进商场那个小道的时候，他路上他就设抢。然后那个安检人员啊，就对车啊打开后备箱，然后这个看一下就完了。反正安检是有的啊，它也是防止什么爆款。但是确实的吧，也有别的国家，你比如泰国，我记得还美国的安检没那么严格。我记得我从那个加拿大啊开车进美国的时候，他那海关，他在我车的后备箱他都没看，他就问我有没有带枪，我说没有，毒品我说没有，他就手一招让我走了。所以说啊，我认为国内的这个安检啊，我个人认为是过度。过度在什么地方呢？对吧？有些地方很明显，你比如说啊，你是坐地铁到高铁站，或者坐地铁到飞机场，你进地铁的时候已经安检了，对吧？然后你出了地铁，然后你进高铁站或者进那个飞机场，按理来说不用再安检，结果我们往往出了地铁，然后进高铁站上还得安检一回，然后你下了高铁，对吧？高铁你已经安检过了，下了高铁，然后进地铁的时候，它又是要安检一回。我觉得这个你看，像这种流程，那必须要优化。这种安检不仅费钱，而且要效率极低，导致这旅客啊到处都积压，到处都拥挤，对吧？这种安检，类似这样的安检啊，应该是要优化。那就像上海这一次对吧，优化。还有的安检的，比如那个什么进京检查站，我也不知道那个有什么用，但是那个是造成大量的拥堵的这个，对吧？那个。现在这个进京检查站好像已经向外扩围啊，扩到山东了。然后各个地方，你比如说你本来火车站、飞机场我还不知道，火车站它就有安检。完了之后，你到北京的嘛，它单独把你搞个地方还安检一回，对吧？你去北京的在外地火车站，它还单独的一个安检通道。所以这些必要性啊，应该好好考虑。这个是说纯从安检的角度来说啊。诸如此类的这种啊，可以优化或者叫存在不合理的现象，这种安检还有很多。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的，你下面那个火啊，对吧？你不停的在加热升温，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的。然后你呢，为了防止高压锅爆炸，那就玩命的去给高压锅怎么给它这个巩固加固，下面那个柴火，对吧？下面的加热还继续加热。为什么不把那个火给关掉呢？对吧？你这么下去了，迟早是要爆炸的嘛。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这个社会戾气啊是越来越大，对吧？这大家都能看到。这个靠这种对吧？极致的这种安检来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环境，这个是不是最优解决方案？对吧？是不是增加了社会成本？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精神病，对吧？防止一个神经病，然后我们就要杯弓蛇影，对吧？处处都是要加大防范。也就是对社会的这种治理提供这种安全的这种环境，不是必然要通过安检这种手段，对吧？也不是增加这个保安的数量，增加警力，对吧？增加什么维稳力量，这个实际上不是最好的效果。这个成本越来越大，成本越大，实际上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对吧？为了维持这么高昂的开支，那你其他的地方你肯定就得削减这个预算一削减，那其他地方就有受害的人，就有这个过不下去的人，他戾气就会更高，戾气更高，是吧？更容易出事，你又更加增加这个成本，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所以我觉得啊，必要的安检还是有的，需要的，对吧？你比如上飞机，像这种特殊的这种交通工具、特殊的场景需要安检，但是通过这种加强安检来提供社会这个治安，对吧？安全感，这个成本太高，而且是一定会适得其反，走向它的反面，对吧？那最好的办法还是一个是教育，正确的宣传引导，对吧？你比如说那个苏州那个事情，你刺人家小孩，刺人家妇女，
最后不了了之，对吧？也不宣传，也不去解释一下啊，这种行为不对，那后面还会再犯。第二个，忽视了社会的叫自我修复功能，也就是胡锡进老师说的这个免疫功能。我们这个社会啊，有种种原因导致大家漠不关心，老头老太太倒地了不敢扶，对吧？你一扶你麻烦了，也就是社会越来越没有正义感，对吧？你都在宣传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是有理由的，对吧？谁让他不听话，对吧？谁让他跟着美西方到处跑啊？所以你看啊，这种颠倒黑白、善恶不分、是非不分啊，这种在网上大行其道，而且背后还有对吧？还推手，还得到对吧？官方的默许。你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他本身就是黑白善恶不分，能有什么正义感吗？本来这个社会应该大家都有正义感，有了正义感，对吧？你老头老太太倒地你敢扶，那么这个社会上一旦有坏人行凶，对吧？违反治安，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啊，像苏州的那个胡女士吧，对吧？像这样的人，他会挺胸而出，挺身而出啊。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人挺身而出，那就没有这些犯罪分子的空间，对吧？我们身边社会上充斥着都是鲁智深这样的人，那这个安全感是不是要？这就是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大家都难免是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吧？大家看见老头老太太倒在地上，大家都绕着走，热心肠的人越来越少，挺身而出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所以最后为了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必须上，对吧？这个各种安检、各种预防，这个成本就上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锡进老师啊，他倒是说啊，咱们安检过度，但是过度他开不出药方出来。他说过度是因为相比较咱们现在很安全了，咱们社会现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夜里2点，对吧？女孩子可以在大街上走，不用担心，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就这一套嘛，我们已经很安全了。那你这么搞安检，那就是浪费过度。这是胡锡进老师的论调啊，就是他虽然指出了安检有点过度，但是他不敢指出本质原因，就是用什么来替代安检？用教育，用法律，用这个公序良俗，对吧？当胡锡进老师大谈这个反对日本侵略，对吧？要反思日本侵略，但是却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洗地找合理化理由，他本身就是已经是种精神分裂状态，对吧？你这么宣传，这个社会它好得了吗？没有正义感，善恶不分。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你想要这个提升的安全系数，那只能加大安检的这个投入，适当的预防是需要的，对吧？这个咱们都能理解，但是你过度的防，你是防不住的，过犹不及啊，最后形成一个怪圈，对吧？这块投入越来越多，但是效果越来越差，效果越差，对吧？社会民怨就会越来越重，戾气越来越重，社会就像个火药桶一样，那你也投入更大的力量，这不就是个恶性循环吗？天天宣扬仇恨，对吧？有些历史我们是要记住的，我们记住历史是为了防止历史发生，而不是宣扬仇恨，对吧？你仇视日本人有什么用呢？对吧？你天天宣扬啊仇视日本人，对吧？把个电影本来那就是个娱乐，对不对？大家花几十块钱去放松一下，结果变成一个教育，教育你是干啥呢？仇恨，深仇大恨啊，大仇未报。你净搞这一套，那苏州那样的事情就不会这个杜绝，还会发生。铭记历史，对吧？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你天天记着深仇大恨，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那现在河北的人那要记着陕西人，对不对啊？过去这个是不是白起啊坑杀40万，对吧？赵军，那是不是他们要这历史要记着吗？要拍个电影吗？没有必要啊。所以你看啊，这是教育宣传你出问题了，对吧？咱们总是左右手互搏啊，自己把自己绊倒，对吧？很多社会问题，对吧？都是自己生出来的，无中生有。对吧？如何让社会的戾气啊要下降，让社会啊这个更加公平，对吧？这也是一个方面。一个国家啊，连医院都要安检，对吧？进法院要安检，你说这意味着啥？一个法院要安检的是，只能说明啊冤假错案太多，他们抱着这种必死的信念，那是什么让他会有这个想法？冤呢？所以说很多事情是自己找出来的。医院居然也安检，说明医患纠纷，对吧？太严重。我这里面不是说医生不对啊，有的时候是这个患者，对吧？他是医闹，也有可能。那这些矛盾怎么解决？全靠安检来解决，能解决得了吗？对吧？还得从根源上去解决。以后学校要安检，对吧？以后什么地方都要安检，只要有门的地方都得安检，对吧？这么下去，你成本怎么负担得了？这不就是妥妥的内耗吗？对一个社会来说，这就是内耗。法院的冤假错案要少，对吧？如果双方能够和解、调解结束的，那是最好的。医院呢，对吧？医患的关系得到改善，患者有问题，马上就有人来为他负责，而不是把这个小矛盾憋成大矛盾，最后解决不了，只好搞极端，走绝路，对吧？很多都是小矛盾，慢慢的
逐渐恶化成，对吧？这个极端对立。有的大夫，你看前不久是河南周口一个妇产科的主任吧，受不了网暴，人家选择自尽，对吧？这样的事情一多，那医生受得了吗？所以说这个没有人替他伸冤，对吧？没有人替他说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澡堂子也要安检，所以这是我对这个安检的一个看法啊。这个现在安检有过度的嫌疑，但是你要把安检降下来，你必须要配套的措施。这个配套的措施就是整个社会啊要弘扬一种正气，要分善恶，要分对错，从根本上，对吧？想办法解决戾气，最大可能的杜绝冤假错案，最大可能的解决这个医患纠纷。不管是什么人，有冤就能得到伸张，而不是投诉无门，对吧？有多少极端事件啊，他都是因为走投无路啊，就是网上说的啊，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变成这样，对吧？前提是人家要说法，你不给，那他就给你一个说法，那这么下去还了得？所以关于安检这个啊，就是它是一个镜子，对吧？它是一个侧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过度安检，那以后会越来越加剧，社会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吧？戾气就越来越高，戾气越来越高，那更得加强这个安检，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对吧？维稳的费用超过了军费，这个也是世界奇观啊。最后我这样说的是啊，这个社会戾气重啊，它有两个根本原因，一个就是公平，一个就是冤屈，对吧？有冤应该得到伸张。第二个呢，社会尽可能的公平透明，那么这个戾气啊，对吧？它就大幅度的下降，也不能说没有了啊，那你就是美西方，对吧？不管哪个国家，它的戾气都是有的，要不然美国也不可能老有什么校园枪击案。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最大化的降低这个戾气，提高法治，依法治国，真正的做到依法治国。这样的话，何须这么多的安检呢？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